大家好，我係設計師阿 Ben， 今次帶大家嚟到一個位於紅磡灣630尺嘅3房單位。今次嘅業主要求係好簡單嘅，就係想要一個簡潔又舒適嘅屋企，所以我哋團隊咧喺配飾設計上咧係揀咗奶茶色配搭奶白色做主調，全屋用咗大量嘅奶白色嘅家私，襯翻奶茶色嘅牆身，地面咧就鋪咗淺米色嘅木紋磚，營造咗一個非常乾淨溫暖嘅感覺。呢個單位原本嘅客廳咧係一個女字型廳，空間有啲錯開，唔算太實用。為咗改善呢個問題，我哋做一個幾大膽嘅改動，係將原本嘅廚房門拆開咗，擴大咗個門口，做成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。咁樣一嚟咧，客廳同飯廳嘅空間咧就即刻打通咗，感覺更加開揚，連貫性都強好多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，請大家 like、訂閱同留言。想知道片裏面更多資訊嘅，可以 PM 我哋。